再来看宜兰国道5号的平原段，冒发生有车到过落伫涂骹的铁片啊哦，毋那是一台车尔，受害的车主干那钣金考菜就开35万咯，加这人是无着伤。警方嘛指出讲，有调监视器来调查，会来处罚。嘛，呼吁司机再会哦，都爱甲物件拢固定好势。车驶在国道向向听到砰一声，原来是弄到落伫路边的铁片。宜兰国道5号上北平原段，真正发生铁片落伫路边，影响车通行的案件，受害车毋那一台。没办法闪，因为其实跟前面的车距虽然有，但是因为车速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大概都在90左右。我自己评估，如果我急踩刹车或要闪，其实都更危险。高小姐的车四个拢互铁片挂上的分只部分的钣金也变形，错过车损35万。伊家即卖也是心惊惊，好佳在无人员伤亡。因为线线磅空无开放大货车通过，国道5号发生物件落落去案件，无常常看到。警方指出，每年敢若3到4件，目前这个案件敢若一个受害车主报案，已经调监视器要找出落铁片的车，后续会照道交条例罚3,000以上18000块以下罚金。本案依 A3事故相关规定受理，当日即送出 CCTV 及影像 ETC 通行资料调阅申请表。后续尚需时间核对及追查掉落物品的车辆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在汇报爱确实照相关的规定，看护办白护案，防止落落去安若无致人死伤，会吊销或者是吊扣驾驶执照。警方也继续加强巡逻，针对汇报无稳固的车来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